是油，然后到花生。大火一开，张凤春像被钉在炉边，都不可以离开，因为它会烧焦哦。然后也要一直翻炒，它才会均匀的受热。锅子里花生受热的同时，它也耐着42度高温。为家人做花生糖，一切按照健康步骤来。因为它糖比较少，所以不会吃到太多的糖。它麦芽也没有很多，所以它不会粘牙齿。主角花生选后龙当地品种，新鲜直送。它每一颗它都很饱满，而且我们自己手工挑过。持续拌炒，半小时过了，张凤春的手没停过。简单原料做出的花生糖，要维持单纯的美味，耐心不能停。这样不断拌炒啊，花生就已经变色了嘛，对不对？最后这嘛完成了吗？还差一些嘞呢，还差一些嘞，还差一些。要到什么样的程度算是完全熟成？到它比这更浓稠的时候。这时厨房里满是浓郁香气。张凤春回想，几年前邻居闻香而来，拜托他多做一些。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做生意，我也不会做生意。从没想过要做生意的他，就此订单接到手软。我隔壁邻居的还笑我说：“你一买这么多瓶子，那又不能退，你要怎么办？”想想，有时候想想，好像也是结果我到过完年那一整箱的箱子还不够用。坚持花生不重叠，粒粒分明。一锅花生只有4罐的产量，老是供不应求，怕它有油耗味，所以我们都坚持要客人有订，我们才有做。研发加姜汁的新口味，也打造品牌，分享她的私房厨艺。这位客家妈妈让我们看到了，简单的花生糖里有着不简单的坚持。做后生嘛，喊才一系列；做后生嘛，喊才一系列。